我對跑步嘅印象其實都係可能係攰啦，即係對於一個咁肥小嘅即係小胖子嚟講咧，其實跑步真係好難啦，又跑得慢啦，但係咧即係經過跑步啦，其實真係都可以真係練下啲小技巧啦，點樣去喘氣啊，或者點樣去起跑啊，咁同埋有啲熱身動作，其實原來我都未試過嘅，咁我可學多咗好多嘢咁樣。我覺得最大嘅挑戰其實係其實講真係每次跑步嘅喘氣聲，因為每一次跑步啦，可能唔同嘅挑戰，或者即係跑斜路啦，或者跑400米啊，或者100米長100米短咁樣呢啲挑戰咧，其實我覺得即係每次嘅唞氣咧，令到我好唔舒服，但係都令到我學識咗點樣去堅持咯。阿 Sir 教嘅嘢都係基本功啦，再由基本功再去即係教啲可能難啲嘅嘢啦，咁就循序漸進咁樣向上咁樣教啦，直到今日嘅跑斜路啦，其實都係算最難嘅一個。我冇以前嗰種即係跑完100米就放棄嗰種啊，停低嗰種，而係真係第一次係跑晒成條路啦。跑步係因為同樣嘅興趣嘅而嚟到呢個班㗎嘛，咁就大家其實互相訓練之間都會有話題啦，所以係的確係認識咗唔同嘅朋友嘅。